后来指挥中心今仔日开始，日6都设立着7个儿童疫苗的大型的注射站，帮囡仔来注射，会连注5天到7天，5日这3天的连假嘛无休困。台北市自由广场的注射站，早起就有袂少的爸爸妈妈带着读幼稚园的囡仔来注射，有的囡仔是真勇敢，乖乖来注射。有的囡仔是真惊注射，是安尼骂骂好，会爱甲袂爱。你不要看，你看那个照片，拍照。我们就是会跟他说哦，3秒钟要快耶，其实还是会担心，就是他们可能扭一扭之后，然后针就飞出来。那你们有带什么法宝吗？来哄他们？我们有糖果。好了，今仔是中正纪念堂大型儿童疫苗站注射头一天，真侪囡仔拢哭咧出来，安怎讲拢无效。伫囡仔间来，迄场以后就是破爱做。爸爸带囡仔来注射，今仔日囡仔特别友好，一直要爱爸爸先来坐。不过今仔日成免遮尔友好，嘛有妈妈带姊妹仔做伙来注射，结果姊妹仔杀来杀去，上尾也只好幼棍来决定。学校有，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。想说太久以后还是会有点担心呐，因为毕竟这么多人，也就是在网上预约啦，也怕蛮多家的。那你都扑空都没有？对，秒杀吧，1秒钟就没有了。发烧38度以上，超过48小时，喘吐到医院来，医师来跟你做一些诊断。注射头一天，用总安算会使收2000个囡仔。原本欢乐儿童疫苗注射站和自由广场车来数会互相影响，不过两边差500公尺，袂这么惊讲。要买玩具给他。有跟他讲是有答应。对呀，要买什么你自己讲。要买模型战队。阿公和孙仔互相约束，只要无靠就会当换模型战队。想这么多方法，拢是为着囡仔的健康。太棒了，比个耶！除了模型，还有保护力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